經濟差咗，有冇諗過健康都可以幫你揾到條出路呢？你有冇發現世界變得快到一個點，我哋唯一可以把握嘅就係主動掌握自己嘅未來。記唔記得以前只要努力工作就有保障，而家無論你係創業家，喺專業領域發光發熱，定打工一族，身邊都越嚟越多朋友同我講，而家單靠一條出路真係行得幾穩呢？正正因為市道難預測，識得揾新機會，有自己嘅後備計劃，已經成為有前瞻眼光、識得為自己鋪路嘅人嘅新選擇。好多朋友唔只想揾多份收入，而係更想主動策劃自己嘅人生，為自己同至親爭取多啲選擇，多一個保障。最緊要係想要嘅唔只係賺錢，而係安心同埋自由。呢啲係唔係你嘅心聲？其實我而家經營緊呢個生意，真係出奇地簡單。如果你都關心身邊人嘅健康，肯花少少時間學習下健康管理，攞翻個認可嘅資格，其實就可以成為健康顧問。需要你有咩特別背景，更加唔使咩醫學底子，我哋會手把手咁教你，由零開始都得。你只需要將學到嘅知識，用心去陪伴有三高、糖尿、濕疹、痛風等等呢啲健康煩惱嘅人，幫佢哋一步一步咁樣改善，減少對藥物嘅依賴，甚至可以攞翻健康嘅本身，幫人提高生活質素。原來自己都有成就感，生活仲多咗意義。如果你好奇想了解多啲，留言想了解或者直接私信我，唔好俾自己限制住。我哋可以一齊將想象變現實，探索多啲可能性，為自己同埋身邊嘅人創造幸福。記得 share 呢條片一個你覺得會受惠嘅朋友，一齊開啟新人生啦！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